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北屯的肉品市场。过去每一暝拢爱抬低1200只，唔但有噪音，嘛臭毛毛，而且有污染的问题。不过屠宰场已经刷掉了，即摆是起一座工园，号名号做自事圆满。讲未来工园的面积会增加到2公顷，而且来设商场甲社会主体，带动地方的发展。 有一大片的绿地，互民众伫咧遮散步，心花开。行无几步路，规当看到几若只伫遐建雕像。啊，这座新启用的自事圆满公园，伫咧过去40年是台中肉品市场，因过这个遮，互厝边头尾拢真倒单。 过去台中肉品市场，逐暝拢会抬1200只猪，若真吵，逐工该面对臭味和污染。即马肉品市场所位，旧建筑物嘛正做是空旷绿地。市长罗秀燕出席启用典礼时强调，这只是第一期的工程，改成商场以及社会住宅。那过去这40年以来，这个屠宰场对台中市的发展民生当然很有贡献。 可是时代已经很进步了，那这边附近的住宅林立哈，那也因此造成市民朋友不堪其扰。有真侪种各种的设备，建设局卖甲四周围的道路很跨绿化，互未来商场和社会主体启用了后，车若变多，嘛袂去影响到民众出入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